哦。再等一等。辛苦了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亲爱兄弟平安，平安，平安。透早起来学老主的人有福气，因为早起时主耶和华要听咱的声。阿妹，咱这是来唱咱今日的信息，315首，天父恩典真正大。天父恩典真正大，你的恩线，无论风雨也平静，伊拢袂退看。咱着笑脸你的恩，你的有存，好在会感咱变正欢喜，烦恼变福气。一定较因线，互人恩典拢无线，开咱的心看，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学乐开声饮食，好天地拢总相同欢喜。好，咱搁来唱311首，感谢我老主耶稣基督。感谢我老主耶稣基督，感谢我老主耶稣基督。万族万民齐来敬拜伊，万族万民齐来敬拜伊。哎呀那咿呀咿，哎呀那咿呀咿，咿呀哦哎呀。欢乐进来信靠主耶稣，欢乐进来信靠主耶稣。因为有英文能着白呀赞，因为英文能平白赞。哎呀那咿哟咿，哎呀那咿哟咿，咿呀哦哎呀。安心垂下后头的小主，安心跪下最的老主。伊要保守咱有心嘛，伊要保守咱有心嘛。哎呀那咿哟咿，哎呀那咿哟咿，咿呀哦哎呀。伊要还我主耶稣生命，伊要还我主耶稣生命。伊赐予咱永远新生命，伊赐予咱永远新生命。哎呀那咿呀咿，哎呀那咿呀咿，咿呀哦哎呀。诗篇23篇第1节有讲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大家有阿妹吗？阿妹。耶和华是咱的盾牌，是咱的石盘，嘛是咱随时的帮衬。
咱甲边的人讲，信靠主耶稣的人真有福气。辛苦主要做人就有福气，阿妹。只是请下这起立，咱就会用咱的热情来敬拜咱的主。叫我抬起头的神，耶和华是我的主，必不致动摇。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必不致缺乏。有耶和华做我旌旗，必全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自卫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。地球虽然有哭泣，造成我们的欢呼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耶和华是我的主，必不致动摇。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必不致缺乏。有耶和华做我旌旗，必全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自卫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。地球虽然有哭泣，造成我们的欢呼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。地球虽然有哭泣，造成我们的欢呼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一宿。地球虽然有哭泣，造成我们的欢呼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！阿妹，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感谢主耶稣的疼，为着咱的罪，钉十字架顶，伊救赎咱，因带咱，保护咱，这是何等的疼！无论是生是死，拢无啥物会当互咱甲主的疼隔断，互咱用心来唱，用行动来回应主的疼。我的心有相同花，又怎个惊吓？最最困不当当，我要牵伫你的疼。主你听我做宝贝，不茫放下我，予我永远踮你面前。不免搁着惊，主你的疼，透放我的心，安慰我。无论是夜晚，空地也开阔，绝无啥物话当拆散。主你的疼，引出我的路，保护我。到永远，坚持无变化，绝无啥物话当拆散。主你的疼，我的心有相同花，又怎个惊吓？最最困不当当。
做无陪，不捌放下我，予我永远踮你面前，不免搁着惊。主你的听，透放我的心，安慰我。无论是要我甘甜也亏破，全无啥物话通拆散。主你的听，引带我的路，保护我，对他到永远，坚持无变换，全无啥物话通拆散。主你的听，主你的听。透放我的心，安慰我。无论是要我坎坷也亏破，全无啥物话通拆散。主你的听，引带我的路，保护我，对人到永远，坚持无变换，全无啥物话通拆散。主你的听。坚持无变换，全无啥物话通拆散。主你的听。为这块土地，咱深深来祈祷，愿主的真理哪光全地遍照。为这个社区，咱强比走找，愿主的活命临到这个百姓。用这首诗歌，将做咱的祈祷，献上咱的敬拜。为这个土地，我深深祈祷，愿主的真理哪光全地遍照。为这个城市，愿谦卑恳求，愿主赐我命，予阮骨肉地球。愿全力体面上帝，你心高降临，愿颂扬甲悲伤，拢离开阮心中。愿全力体面上帝，你旨意的正，愿不忘甲喜乐，永远踮阮心中。为这个土地，我深深祈祷，愿主的真理哪光全地遍照。为这个城市，愿谦卑恳求，愿主赐我命，予阮骨肉地球。举起咱的双手，愿全力体面上帝，你心高降临，愿颂扬甲悲伤，拢离开阮心中。愿全力体面上帝，你旨意的正，愿不忘甲喜乐，永远踮阮心中。愿全力体面上帝，你心高降临，愿颂扬甲悲伤，拢离开阮心中。愿全力体面上帝，你旨意的正，愿不忘甲喜乐，永远踮阮心中。
点阮心中。这声八百上帝，愿感谢你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真理的光遍照全地，愿你的活命临到每一个属于你的百姓。阮虽然是遮尔卑微，你犹原疼阮。阮需要你伫阮的生命中来掌权，保守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会当遵行你的旨意，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，做阮路上的光，脚前的灯。互阮会当学习你的款式，成做你所欢喜的囝儿，立志心志，献上阮家己来宣扬福音，互阮的性命会当来荣耀主你的名。阮的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将上大的话归咱的主。耶和华安尼讲：恁着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为我的救恩已经近，我的公义要显明。人安尼行，世间人安尼接受伊，守安息日无干犯着，禁止家己的手无做歹，这个人有福气。接着咱三甲来念圣诗，圣诗第315首，圣诗315首，天父恩典真正大，请恁起立来念全首。在
坐。一个三角同心阿头来祈祷。天堂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有你的引带，有你的鼓励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会当平平安安游园经过搁一个拜古。今日阮正兄弟姊妹也来到你的圣殿来遮来敬拜你，来遮学乐你，唱歌吟诗，学乐你。求主你游园带领阮，阮今日的礼拜拢会当伫主的带领之下，拢会当顺顺利利来遮来进行。啊，求主你帮助阮兄弟姊妹还未到阮当中的兄弟，求主你游园顾守着因的骹步，顾守着因，互因会当平平安安。啊，无论是会当来到圣殿，还是倒厝的看转播，拢求主你的救恩伫每一个人身上。阮也求主你来帮助今日阮的牧师所要投放的信息，互伊讲的甲听的平平拢会当得到利益，平平拢会当得到恩典。阮安尼感谢祈祷恳求，拢是要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一条三角来看圣诗后壁面，启应文第8，启应文第8记载伫诗篇23篇。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8，显着我的启，恁来应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伊互我的心会快乐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同在，伫我对着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。以上。说着咱今日圣歌队所要献的诗，我只能不为主活，我只能不为主活。
即只咱请起立，咱来坐念10届。第1届，我以外恁毋通有家己上帝；第2届，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；第3届，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；第4届，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；第5届，着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；第6届，毋通害死人；第7届，毋通行奸淫；第8届，毋通偷窃；第9届，毋通做假奸诈，陷害你的厝边；第10届，毋通贪心。请坐。即条咱3届来读今日的3届来看今日的圣经。今日圣经记载伫旧约以赛亚书第1章，咱对第10节来看18节。以赛亚书第1章第10节，你所到罗马的官长啊，就听耶和华的话；恁俄摩拉的百姓啊，就按耳孔听咱的上帝教示。11节，耶和华讲：恁献遐济祭物互我，有啥物利用？公绵羊的烧祭，甲肥的精洗的油，我已经把野。牛犅的血、羊仔的血、山羊犅的血，我拢无欢喜。恁来挑拣我，是对恁讨即个，来吞达我的婴仔。13节，无得搁显空空的礼物，香料是我所厌恶。我的初一安息日召集的聚会是行歹、守严肃的会，我忍袂牢。14节，恁着逐月的初一甲节期，我的心怨愤，看伊做重担，互我担袂起。恁举起手，我要目睭毋看恁；恁做祈祷，我也毋听。恁的手满满杀人的血，恁着洗来家己清气。对我的目睭前除去恁所行的歹，煞恁的做歹。17节，学是行好，找公平，拯救受压制的，甲无爸的囝伸冤，为州官人辩护。耶和华讲：恁来三角辩论，恁的罪虽然亲像朱红，要变亲像雪；虽然红亲像胭脂，要变亲像羊毛。以上。牧师所要讨办的信息是圣殿的敬拜，咱将时间来交牧师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讲你伫即个世间，你想要留落什么？留落什么是你上界伟大的梦想？有人讲我要留落世界纪录，每一个人敢有可能拢留落世界纪录？无可能。总是咱想看觅啊，人上界大伟大是甚物？有人讲我会当留落一件伟大的事。对圣经来看，上界伟大的事就是敬拜，就是咱会称赞，咱会学乐，咱会当到主的面前，咱会当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，这是上大的荣耀。圣殿是以色列百姓上悬献祭的场所。因会当到伫圣殿来尊敬主，来敬畏主，照因犹太人的惯例，这是因一生上界大的荣耀，就是会当上到圣殿。对耶稣出世来看，对犹太人的传统，头上囝就爱献因的囡仔到伫上帝面前，将囡仔带到圣殿来举行奉献的礼仪，就是互祭司来为伊来祝福。所以对安尼来看，
圣殿甲一些百姓，这是真大密切的关系，嘛是因感觉真荣光的时刻。咱今仔日用一个主题叫做圣殿的敬拜。教会是承接圣殿的使命，虽然圣殿只有一间伫耶路撒冷，虽然圣经已经毁坏，到即马嘛已经无存在，总是教会承接圣殿的使命，诚做咱聚集的所在，诚做敬畏上帝百姓聚集的所在。相时，咱信主的人嘛无限制伫犹太人，已经透过福音，互外邦人拢会当信主，互全世界的人拢会当来信主。以及虽然咱对犹太人来看，咱是外邦人，但是对上帝来看，咱是伊的囝儿甲百姓。咱今日对以赛亚书来看，以赛亚是一个先知。咱对安尼今日的经节，咱来听起来讲，敢若真无好听，敢若真不怎么入耳。敢若真严肃，阁真插耳，所以先知是严肃的。先知讲的话，通常伫迄个时代嘛无啥人要插伊。但是对安尼来看，先知讲的话，确实伊有伊的敏感度。伊对社会、对整个国家，以及对整个宗教，伊有伊敏感，有伊的敏感度。所以先知以赛亚是咱圣经的中间真重要的一位的先知，嘛是以色列先知中分量真重的、真重的一位先知。所以以赛亚书伊是属于大先知书。咱的圣经有分大先知甲小先知，毋是伊的地位较大，还是伊的地位较小，是伊整个有66章。对于先知书来看，伊的分量有较重。以赛亚书不只是一个人写的。有可能超过3个，嘛有可能是3个，所以圣经学家咧甲伊研究讲，是以赛亚书有可能有分第1个、甲第2个、甲第3个。今日咱对第1章来看，是属于第1个以赛亚，是以色列百姓、犹太百姓因要搁伫圣殿敬拜时所发出的警告甲境界。咱若要讲敬拜，咱会当对亚伯拉罕来看。亚伯拉罕的敬拜，亚伯拉罕是用敬畏上帝迄种的心来敬畏耶和华。所以当耶和华对亚伯兰，迄阵还未改名时，对亚伯拉罕讲话出现讲，我要将这个地来赏赐互你的后裔。所以亚伯拉罕伊就安那。伊就对遐为着伊出现的耶和华来起一座坛，意思就是伫遐伊就开始来敬畏上帝，来敬拜上帝。了后伊阁对迄个所在刷到伯特利，伫遐搭布片，伫遐来为着耶和华阁起一座坛来求叫耶和华的名。然后亚伯兰才渐渐阁刷到南边的所在。上帝既然要应允伊得到迄个地。但是伊还未得到，伊就来敬拜上帝。伊还未得到迄个赏赐的地，伊就来敬拜上帝。所以这是亚伯拉罕伊敬畏上帝的方式。伊就安那起一座坛，伫遐来敬畏主。亚伯拉罕是先来起坛来敬拜上帝，毋是得到土地、得到迦南地、得到上帝的应允。你着上帝赏赐了后，伊才来起坛来敬拜上帝。所以今仔日这个敬拜的方式，嘛要真做咱的方式，就是讲上帝互咱有应允，上帝呼召咱的时，毋是已经应允啊，咱才来学了上帝。是咱伫迄个时阵，你有迄个使命、有感动的时，你就来学了上帝，来敬拜上帝。对安尼来看，亚伯拉罕佫毋知影讲迄个所在生做啥款。迄个所在到底是肥的，还是敢若旷野地？无真清楚，伊就来敬拜上帝。所以敬拜上帝是爱亲像安尼。圣经无一个人亲像亚伯拉罕会当得到遮尔大的福气。咱想看觅，世间上界遮尔多国家，倒一个国家上界富裕，
上界强大？美国，奥运嘛是金牌，敢若得上多吧，所以咱看美国为什么遮尔啊强大，遮尔啊强盛？美国的历史嘛才几百年，美国的历史若要甲中华文化的历史来比，还阁差多，是毋是？总是咱看美国因的祖先对英国来到美国大陆的时，因处境是非常的艰苦。因不但爱烦恼有通食无，佮爱烦恼性命安全。上要紧的事就是因敬拜上帝迄种的心。先起做教会，然后起学校，最后才起每一个人的厝。所以因是用敬拜上帝迄种的心来做第一的优先佮要紧。当然，迄批第一批移民是清教徒，因是有受到宗教的小可的威胁佮迫害。因来到美洲大陆，所以因是存着敬畏上帝迄种的心来先来起教会、起学校，才来起每一个人的厝。所以上帝赏赐伊的百姓，互美国会当遮尔啊强大、遮尔啊强盛。有一出咱的教会所做，咱教会的牧师娘，伊所做的一个无回头的大女庭。即出的纪录片，伊记录着1963年，差不多是民国52年，迄个时阵，有6个家族，有6个家庭，因是农业的移民，因为着要搁较得到搁较好的种植的土地，因去巴西，伊做即个纪录片，因迄时阵1963年，因充满着信心勇气，三听声三夫妻。6个家族32个人，包括阁有囡仔，因就安那去家人港坐船，迄阵阁无飞机，因坐船经过50天的旅程，了后伫即个巴西圣托斯即个港口来上花，有迄个恁的右下角恁的左下角迄张就是用。画出来用图画出来，因用记忆讲，迄阵上港上港口的上陆地迄个情形。经过遮尔多年，因流汗流血来起造第一间的教会，巴西台湾人的教会。伫遐因嘛起造因的家园，伫遐因来起造一间会当坐500人的座位的上界大间的台湾人的教会。等等，遮个故事，因会当见证着台湾人迄种拍拼的精神，以及对信仰迄种遮尔坚定的精神伫遐。上帝恩典甲三听，互因伫遐来延续因的后代。因的即马已经有几6代伫遐，因已经落地生根。因是安那先起教会，先起建教会。教堂，才来起家己的厝，所以信仰对阿伯人来看，对美国人第一批清教徒来看，佮对遮1963年即个6个家庭因移民去到巴西来看，因是先来起造教会，起造圣殿，才来起因家己的厝。今仔的经文是甲咱讲以色列灭亡上界主要的原因。因是无心的敬拜，对安尼的敬拜来看，哪成咧吞达上帝的院，哪成咧吞达上帝的厝。所以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，受到亚述灭亡，南国的巴比伦嘛伫咧危险的下面。所以先知以赛亚来讲起国际情势对因非常的不利，上帝责备因的礼拜、因的敬拜、因的献祭。是无互上帝悦纳无互上帝欢喜接纳的。所以对安尼来看，咱更较好的敬拜，若无心的敬拜，无用诚实、无用心灵的敬拜，搁安怎敬拜上帝，检采无欢喜。所以今仔日有甲咱讲着上帝无欢喜的敬拜是啥？对第1章第10节到12节，甲咱讲着索德玛甲俄摩列，索德玛甲俄摩列，甲犹太人有啥物关系？
无完全直接的关系。伊是创世纪19章所出现的城市，迄是互上帝审判的城市，后来变成一个罪的代表。吼，所以伫遐咧讲到即两个城市的百姓甲中官，吼，你得爱按耳孔来听上帝教导，爱听上帝话。其实先知是真无客气甲因讲，无爱，恁若无听耶和华的话，无听上帝的话，无听上帝的教示，恁会做真重。所以以赛亚书是要表达的，无敬畏，无敬虔，无要敬谢，无要敬爱，无要敬奉。这是表面甲形式的敬拜，是无心的敬拜。愿主帮助咱爱用心的敬拜，才会当真做上帝所欢喜。无论咱今日礼拜，咱用坐伫遮，你的心若是伫外口，安尼上帝嘛无欢喜。你检查读圣经读了真好，真会晓祈祷，唱歌嘛真好听，但是你的心若无用融入，无用入即个礼拜，只不过亲像机器人一样。即摆毋是做做 AI 吗？吼，而且即个 AI 的人嘛当报新闻，吼，迄人叫啥物名？闽西，为啥物叫闽西？哦，闽西啦。做一人拢毋知讲，互伊闽西好甲遮好听，啊，就是闽西嘛。哦，啊，所以即摆只有即个电视台已经做甲做成一个人，伫遐咧报新闻。以后嘛有真侪机器人替咱服务。捌看过一个影片，有可能我年老的时陪伴我的是机器狗，毋是宠物狗，是机器狗。因为我毋免甲伊饲了。我只要甲伊设定，伊就会当陪我佚佗，伊就会当亲像狗一样，会当甲我塞奶，吼，会当伫遐安尼练来练去，啊，我就爱甲伊摸，甲伊抱，啊，伊就会欢喜，是安尼嘛？所以，咱的敬拜袂当真对是一个机器人，吼，真像机器一样，安尼无法度活出基督的样式。所以，上帝无欢喜的敬拜，第一就是无心的敬拜。吼，无心来敬畏上帝，无活出敬拜的生活。对于第1章13节到14节讲，无伫搁献这空空的礼物，香料是我所厌恶的。所以咱这调集的聚会是惊歹，这严肃会上帝已经忍袂掉。所以伫遐上帝感觉讲，哦，这坐足重的，担袂起，所以变成一个形式化。咱的礼拜袂当真做一个形式化，咱的礼拜袂当敢若早起立坐下，咱的礼拜是爱用心来用力。愿主使用帮助咱。马拉基书第1章第10节吼，有甲咱讲到讲，愿恁中间有人甲圣殿的门关起来，免得这空空伫我的祭坛底下起火。所以耶和华已经讲，伊无欢喜，伊无想要接纳咱所献的礼物。对安尼来看，若是无心的敬拜，上帝是无欢喜的。愿主使用帮助咱，互咱做伙来读以赛亚书29章13节吼，来主讲，因为这个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尊敬我，心就离开我远远。因会尊敬我，不过是趁人所教示的命令那定。所以伫遮咱看，咱毋通敢若开喙，但是咱的心离开主。即句话嘛，真做咱的警醒，真做咱的帮助，互咱的敬拜是用心、用心灵甲诚实。第二，咱来活出敬拜的生活。所以以赛亚书嘛，甲咱讲，无伫献空空的礼物，这香料，这个主嘛看做是重大的。所以咱的礼拜，甲咱的生活是爱一致。咱是来遮，哇，敢是一只绵羊，但是出去咧，煞变做山羊，毋是。所以咱的敬拜是甲咱的生活是爱共款的。咱来到教会是啥物种的样相？咱平常的生活就爱是啥物种的样相？咱伫遮共讲平安，咱出去嘛是爱共讲平安，是共款的。咱伫遮彼此相听，出去嘛是彼此相听。咱伫遮荣耀上帝，等于到伫你的生活嘛是荣耀上帝，这是一致的，无差别的，无有啥物差别的。
所以犹太人是来到圣殿来献这罪，哇，遮尔多精神要互上帝欢喜，但是可能因的生活是安那，共剥削，剥削，有可能是安那，因欺负因的奴仆，欺负因的女婢，因有可能出去真做歹人嘛无一定。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的礼拜，咱的敬拜是甲咱的生活爱真做一致，无安尼上帝无欢喜咱所献的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我若技术既然甲咱讲，恁中间有人将圣殿门拢关起来，免得恁空伫我的祭坛底下起火。所以咱的献的祭，咱的礼拜毋是空的，咱的礼拜其实嘛是一个献祭。对现代来看，咱是献一个祭物伫上帝的面前。虽然咱即马无亲像一般的信仰，因那个抬精神，因那个伫遐来传这的祭物，毋是，咱是用咱本身来到主的面前献咱家己。第二，咱来敬重上帝，甲看重即个敬拜。咱来敬重神，甲看重即个礼拜。所以恁举起手，上帝可能无看咱。咱做祈祷，可能上帝嘛无爱听，因为咱的手满杀人的火。但是咱想讲，我无真正去杀人啊！你敢有真正去杀人？无。但是有当时咱的讲话有可能会伤到人，真正的牧师嘛是会共款。所以虽然牧师要离开，伫遮嘛要甲大家会师咧。如果过去牧师若感觉讲，甲你讲的话伤到你，你爱赦免我，老赦我，是毋是？过去你若讲到话伤到我，其实我早就拢袂去遐。我是一个足容易健忘的人。伫主的面前是讲，咱有当时咱的讲话伤到人，咱来甲伊饶赦悔失的。所以咱讲要离别的时要道歉，要道谢，要怎样？道爱。你拢知影的。所以愿上帝是用帮助咱。互咱来看重上帝，爱看重神，甲看重咱的敬拜。无有当时咱的敬拜是可能上帝无爱看，嘛无爱听。虽然咱无去杀人的火，但是咱爱知影讲，咱伫咱的教会，咱爱彼此相听，互相饶赦，互相宽恕，宽赦。所以咱的行为甲咱的信仰是一致的。上帝要欢喜甘纳，就是伊接受。伊接纳，伊欢喜。但上帝若无欢喜接受，无欢喜接纳，这就是不悦纳。悦纳跟不悦纳，就是上帝有欢喜无，上帝有接受无。所以对安尼来看，这真做咱一个警醒。这是先知所讲的话，就亲像拄牧师所讲的，先知讲的话拢有较咸，有较不怎么入耳。但是对咱来看，对咱来想，这是一种的反省，一种的反省，叫上帝帮助咱。因为撒母耳记上悬二章30嘛有讲着讲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上帝讲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要尊重伊；藐视我的，伊要受轻视，要受看轻。所以咱来看重上帝，咱来看重这是主的厝，上帝的厝，上帝的家嘛是咱的家。拄咱的启用诗篇23篇有讲，咱要永远住伫上帝的厝，敢毋是？所以这个厝爱有充满着疼，充满着喜乐，充满着欢喜，充满着上帝的祝福。咱嘛爱彼此祝福。所以敬拜会带来祝福，咱的礼拜会带来祝福。伫生活中的敬拜，以及爱有慷慨的敬拜。以赛亚书第1章16、19、17节讲，恁着说，来家己清气，对我的目睭前除去恁所行的歹，煞恁所做的歹，学识行好，找公平，来拯救受压制，甲无爸的囝来伸冤，为长官人来辩护。这才是咱伫生活中间所应该爱去做。为什么这是伫生活中的敬拜呢？德蕾莎修女有一日，伊去帮助送香的人。当伊咧帮助送香的人，有人甲伊称赞，甲伊呵乐，甲伊讲：你做了有够好诶！哇！但是德蕾莎修女甲伊讲啥？我只不过是伫我的生活中间来敬拜上帝。
我只不过是伫我的生活中间来敬畏上帝。所以，生活中的敬拜是咱延伸出去的服侍甲侍奉，就是服侍人、侍奉人，去帮助人，互人得到帮助，互人得到安慰，互人得到快乐，互人得到迄个一寡寡小块块的帮助嘛好。所以，咱伫生活中的敬拜，咱亲像16节到17节，咱今日经过第17节，所以咱行好，找公平，拯救才会受压制。亲像即个德蕾莎小女一样，伊去帮助人，人甲伊学了，讲哦，你学了，哦，甲你，哦，你做了有够好，甲伊拍婆啊，啊，伊怎吼，骹床翘起来，吼，怎家己迄落，那亲像迄只载着耶稣的驴啊，哦，驴啊，你做好，你载耶稣，你载耶稣够好，够好，迄只驴啊怎徛起来，怎耶稣怎跋落来？这是一个笑话，嘛是一个故事。咱毋通亲像迄只驴啊。所以特蕾莎小女甲讲：哦，咱伊领受着真侪学乐，真侪称赞。哦，伊共帮赞，哦，你做了有够好诶！伊甲应讲，这就是我生活中间的敬拜，这就是我伫我生活中间的礼拜。啊那礼拜，咱顶礼拜讲啥？礼拜是啥 ？service 嘛，服侍侍奉嘛。所以咱毋是伫遮咧侍奉啦，出去无咧侍奉，你出去嘛爱侍奉。所以礼拜甲你的生活爱一致，就是伫你的生活中是毋是有敬拜，对你有找公平无？去拯救遐受压制无？有替人伸冤无？有替人辩护无？愿上帝帮助咱。咱诚做一个有芳开的人，所以德蕾莎讲，我无啥物通去夸耀的。所以你若愈夸耀，你会亲像迄只驴啊。用这个故事，互大家做一个警醒，就是讲，咱无啥物通好夸耀的。当你若夸耀的时阵，会记得上耶稣是毋是对迄个驴仔点名来跋了，是毋是？所以咱得到称赞，得到学乐，咱搁爱去较侪谦卑。咱亲像德蕾莎小女去帮助一个街头的孤儿，但是伊讲，我咧敬拜上帝，无啥物通好夸耀的。通去夸耀只有咱的主，只有咱的主耶稣。罗马书有甲咱讲，兄弟啊，爱因为上帝里面爱苛刻恁，将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我的，是圣的。所以这真做咱今日礼拜真重要，就是咱献家己，真做上帝所欢喜的，是活祭，是圣的，是上帝所欢喜的，就是咱伫心灵顶面的侍奉。愿主想帮助咱，咱第二就是爱有慷慨的敬拜。耶和华上帝嘛真有怜悯的心，因为犹太人以色列百姓虽然遮歹遮恶，上帝嘛甲因讲：恁来，恁来，恁的罪要得到赦免，恁的罪要搁亲像最后要亲像羊毛遮尔白。虽然恁的血是红的，但是最后恁的罪是红的，但是最后会亲像白。咱的一生嘛是共款，咱遮尔受到上帝的拣选，上帝听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所以咱伫主拣选的内面，主要用伊留伫是为价顶的宝血来洁净咱，互咱搁亲像羊毛遮尔白。传福音、甲侍奉，也是分享，也是你去做传福音宣告、地宣等等，这拢真重要。其实这拢是敬拜传出去的事，就是敬拜的延伸啊。所以敬拜毋是敢若伫教会敬拜煞、礼拜煞就无代志啊。对大的角度来看，这拢是礼拜、敬拜传去的一部分。你去服侍人，你去分享等等遮的。所以咱的社区事工，咱礼拜二，咱来写书法，足侪微信者，一半是微信者，一半是咱的教会，一半一半。下晡咱有合唱团，嘛是有真侪遮的妇女，咱拜四有相连的活动，嘛有遮的来教会初信的遮的微信者，以及咱跳街舞，若有人礼拜跳，遮少年人来跳街舞，相款。这拢是咱礼拜传出去的侍奉甲服侍，
所以敬拜会当互教会来强盛、来强大，无动摇。敬拜会当互咱的心灵得到活泼，得到开力。敬拜才会当互咱的教会强盛。所以咱敬拜若无好，咱敬拜若无互主欢喜，咱搁做较侪的事工，可能咱所做的是空空。就亲像拄仔的圣经甲咱所讲的，咱搁献较侪礼物，可能是空的。咱搁杀搁较侪羊，杀较侪牛，才会精神献伫上帝面前，嘛是空的。因为犹太人已经伫敬拜顶面失败去，所以因的国家灭亡。以赛亚就甲因讲：恁搁献搁较侪祭，上帝嘛袂欢喜，上帝嘛袂快乐，上帝嘛袂接纳。这是咱爱主耶稣。所以伫咱的礼拜中间，咱用咱的心来互咱的心灵甲诚心来敬畏上帝。所以最后咱来看约翰福音第4章23节吼，咱做来读来。若是要到现今，就是真实敬拜的，要用神用真实来敬拜父，因为父是爱即号敬拜伊。所以这是咱的父上帝，咱的天父爱用即号的听，即号的爱，咱来敬拜伊，就是安那用咱的心，用咱的真实，或者说用心灵跟诚实。愿上帝使用帮助咱，互咱每一场的礼拜，咱拢是带着咱诚实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那么用咱的专心来敬畏上帝，互咱的主欢喜快乐接纳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主，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，互阮的礼拜无得到空空，互阮用阮的真实甲真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。主啊，帮助阮，互阮礼拜对敬拜而乐开始，阮就用心来体会主你的圣神伫阮的教会来运行。当阮行出去的时，当阮礼拜线行出去的时，伫阮的生活，我嘛爱甲阮的敬拜是同款，有火热的心来服侍侍奉人。我嘛用阮的听来听兄弟姊妹，来听厝边，来听阮伫生活顶面所拄着的人。帮助阮，有时阮会行胆，可能无合入主你的心意，但是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常常伫阮每一日来祈祷、来认罪、来反悔，互阮每一日伫阮的生活中间，阮用敬拜而乐来荣光上帝你的名，嘛互阮家己的信仰搁较加添，互阮搁较谦卑。来亲像德蕾莎小女一样，当伊咧帮助人，得到人的称赞，得到人的娱乐时，伊只不过讲，我只不过是咧敬拜娱乐主。帮助阮，阮的生活常常用娱乐、用敬拜的心来款待人，安尼才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称赞，才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欢喜，才会得到上帝你欢喜的接纳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即条咱三甲来起立来念圣诗310首，圣诗310首。感谢阿老主耶稣基督，咱来念全首。感谢我的主耶稣基督，感谢这位主耶稣基督，万主万民起来敬拜伊，人主万民起来敬拜他。哎呀咿哟嘿，哎呀咿哟嘿，咿哟哟呀。
坐。这叫咱三角的奉献。这条拉萨起立来吟奉的诗。请坐。这叫我来报告。咱今日有招新来朋友无？无。咱首先，咱先来读咱今日的金句。咱台语，咱来三角来读2遍。学习行好，找公平，拯救受压制的，甲无爸的囝伸冤，为酒馆人辩护。学习行好，找公平，拯救受压制的，甲无爸的囝伸冤，为酒馆人辩护。以赛亚书第1章17节。之后，咱先开咱的周报，我来报告。到位消息，咱头一点咱家己来过目。第2点，8月15就即个礼拜四，咱下晡3点，咱牧师甲中会的属务部部长甲小会议长要伫教会来交办交接。咱每礼拜三8点，咱拢有读经祈祷会，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。第4，会计报告，咱家己来过目。咱煞则来看团契消息。今日礼拜后，同心团契第1啦，要来举行例会，请兄弟尽量来参加。第2，青少年团契伫8月17到18，也是就是咱这拜六甲礼拜要来举行灵修的生活营。主题是关系3部曲，主题是咱国上牧师，地点伫3支。第3，圣歌伫这8月24拜六要举行着音乐营，地点是伫桃园大溪东河音乐体验馆，参访着大溪教会甲聚会。主题是咱以这牧师，主题为着荣耀上帝的圣歌对服赛，愿主看顾，出入平安。到就具体相通，咱三甲来为提名为因心灵欠安的人来祈祷。以上煞则咱请牧师来做一寡补充的报告。咱等下要看一段短影片吼，短选的影片，因为短选转来一直要超时间，甲大家分享哦。
但是已经经过1个月啊。本来是顶礼拜要甲大家分享，但是因为顶礼拜咱有即个礼拜中间有父亲节，搁咱献歌队的献歌主日，咱刷到今仔日来甲大家分享，咱请准备迄个影片咱有短几分钟的影片。记住你的呼叫，你的声，伊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心事智慧的和平天君。你是不是万主力量，你的呼叫，你的声，你跟我一对救主，我的家主在我。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是地位的和平天君。你是无时万主力量，主的呼叫你的声，你跟我一对救主，我的家主在我在我。军队做脚步，这牵我的家主在我在我，你是不是万主力量，主的呼叫你的声，你跟我一对救主，我的家主在我在我。生命曾经享受一切所有，我人生经历过的每个时光，我一生所走过的每个脚步，不是理所当然的，而是恩惠。早晨升起，黄昏又落下，春天花的清香，秋天的果实，春夏秋冬变化的每个瞬间，不是理所当然的，而是恩惠，一切都是是恩惠，主的恩惠。
敬拜赞美他。我能传扬耶稣福音与祝福，不是理所当然的，而是恩惠，一切都是恩惠，恩惠，恩惠，无限的恩惠，生命中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，一切都是恩惠。转身一变成观光客。啊，拄仔伫遐影片，敢讲为什么？我伫想讲，我咧对个人，我若要穿这领衫啦。啊，原来阮就是要乔装成观光客，互因不期而遇，讲会阮甲因传福音。哦，啊，等下我要献一首歌吼。啊，这就是阮伫遐的影片啦。啊，牧师就无搁讲啊，吼，因为讲伤多啊，今日恁的迄个。所以啊，这个分享就是啊，真做啊，咱就是讲一个彼此分享吼。啊，咱嘛有看到咱的物件，咱有看到影片有看到啥？龙凤堂的凤梨酥，啊，有看到啥？有看到咱的扇子吼，咱的扇子嘛送去遐，啊嘛分互遐个厝边吼，遐个居民吼，吼，啊，咱请队员上来。阮6位要献一首歌。
我嘛提醒阮吼，阮的性命献予上帝，嘛爱伫咱的生活中间学了主吼，学了主的伟大，嘛爱知影讲啊，阮也是受差派吼，啊，阮每一个人拢有得到一个十字架，就是安那背起怎样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吼。所以伫遐学习了，佮受差遣倒来台湾，爱佮做安那做福音的工作，愿上帝啊，使用帮助咱透过安尼分享，嘛，互咱会当得到一寡对传福音的事工来得到帮助吼。即条咱三角的吟袂变诗，圣诗389首，圣诗389首，咱三角起立来吟一首，吟诗煞，咱请牧师来为咱祝祷。做人领受上帝赐福，愿最后所基督恩典被上帝听痛，圣神甲咱正大家三角地地对这事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避讳。